哎，不让样子，我觉得这东西也太简陋了吧。哎，但是我估计那个就是那个设备可能在那辆车里面，那个什么 Medical Department Reserve Call 那辆车里面，我估计他那个检测设备可能在那辆车里面。你看那边有辆车，你说那个白色？对对对对。